再去看世界，来关心泰国南部地漳透早，一架商战巴士驶到半中途是偏离车路，全去弄到树仔，造成14个人死亡，30多人受伤。警方即摆怀疑有可能是司机伤忝啊，疲劳驾驶造成的。事故现场，救援人员赶在用软条把受伤的人赶出来，巴士的车头弄到路边树，密密麻麻，驾驶座嘛溃甲变形。 这架商战的观光巴士按万国出发，要去南部的宋卡府，无想到拜二透早经过巴小区的时，竟然偏离车路，弄到国家公园附近的路边树，当场造成14个人死亡，30多个人受伤，包括司机本人嘛受重伤。警方初步研判，司机当时可能是咧拄久，嘛无排除有啉酒的可能。当日等待酒测的结果，详细事故原因嘛要等调查。 警方讲，当时车顶有49个人，其中大多数是泰国人，部分是缅甸人，有30个人伫意外发生了后紧急送医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，泰国的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率伫全球排伫头前，每年大约有2万人来死亡。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。